唔知2026年你嘅生肖會唔會係一個人緣人際爆燈嘅生肖呢？如果你問我12生肖裏邊喺2026年邊一個生肖人緣人際關係最好，屬兔嘅朋友走唔甩啦。因為屬兔嘅朋友有幾個好嘅吉星都係同人緣人際有關嘅，一個叫做天喜桃花星。哇，又嚟啦！天喜桃花星即係正桃花啦，通常係代表貴人啦、事業啦，甚至乎如果你想愛情得意嘅屬兔嘅朋友，2026年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。另外仲有一粒桃花星叫做天德，都係好嘅，即係話有貴人、達官貴人去幫助屬兔嘅朋友。另外仲有兩粒叫做福德同埋福星，有口福、有食神、有好朋友，身邊嘅人全部圍繞住幫緊你。仲有一個叫咸池桃花星，咸池桃花星當然有啲人話喂，係咪啲邪桃花啊，或者啲霧水情緣啊？喂，咩世代啊？2026年啊，九運啊，咸池桃花好過冇啦，即係話有啲舊朋友。分鐘係舊情人，甚至乎你認識咗嘅舊老闆、舊同事，咸池桃花，我哋唔好淨係睇愛情咧，睇下可能係乜嘢啊？係人緣人際關係。有時呢一啲舊嘅朋友，原來你問佢嘢，佢會俾到啲指引你，甚至乎你工作上面有嘢要求助，佢哋都會幫到你，甚至乎可能佢哋俾到好多建議，俾好嘅 advice 俾你。咁所以屬兔嘅朋友，一句好簡單嘅忠告俾你，喺2026年最緊要夠膽開口問身邊嘅人，開口問身邊嘅朋友，開口問身邊嘅同事，因為分鐘佢哋俾到好多好嘅意見你自己千祈唔好轉牛角尖，最緊要識問，佢哋會俾到意想不到嘅好效果俾你。聽完12生肖運程，其實係咪每一年好同壞都係靠你嘅出生年份咁簡單呢？當然啦，以我哋做玄學命理嘅話俾你知，其實12生肖運程絕對係有得參考嘅價值。每一年我哋都會去睇嘅。咁但係同時間，其實一個人嘅命理，同一個生肖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組合啊。正如我哋話沖太歲係咪個個都咁差呢？又或者犯太歲點解有啲人會好，有啲人會差呢？其實呢個都歸根於你嘅八字，因為我哋一般講命理，除咗講你嘅出生年份之外，亦都會有你嘅出生月份啦、出生日子啦，同埋出生時間。呢一個我哋就組成一個叫做八字命理，或者叫做生辰八字，裏面嘅資訊多好多咯。當然，一個屬馬嘅朋友，佢嘅八字同另一個都係屬馬嘅朋友，可以係參天拱地。因為一年裏邊，除咗因為你係屬馬而犯太歲，其實喺呢個八字裏邊仲有好多唔同嘅內容信息。有啲朋友可能係八字裏邊多咗好多令佢容易出問題嘅八字信息，所以喺2026年佢嘅犯太歲會覺得特別差。但係有啲朋友相對地佢只係屬馬啫，但係好多其他嘅信息係好嘅，咁所以喺2026年佢嘅犯太歲覺得特別好，甚至乎升職加薪，步步高升。咁所以如果你問我真係要去了解多少少八字嘅時候，其實淨係睇一個生肖運程係唔夠嘅。最好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我哋喺八字裏邊唔淨止睇下流年運程啊，我直頭可以用你嘅八字去幫助你點樣佈你嘅風水佈局，點樣用你嘅八字喺唔同年份裏邊催旺財運，非常緊要。因為呢一樣嘢唔係淨係講你嘅生肖運程，我點樣催財，亦都唔係淨係每一年嘅流年飛星佈局，我點樣佈個財位，點樣佈個桃花位，唔係咁簡單，係根據你嘅個人生辰出生八字，有唔同嘅秘法喺入邊。當你發現到你嘅八字裏邊原來有一啲財富密碼，然之後我哋會教埋你點樣去催旺佢，點樣去啟動佢，咁你就唔使驚嗰年究竟係犯太歲定沖太歲，定係話好嘅流年唔好嘅流年，因為你只要用呢個方法，好同唔好，你都可以做到你想要嘅財運效果。想知多啲嘅朋友，嚟緊我哋有一個分享。
大家如果喺我哋嘅 comment box 甚至乎我哋資訊欄裏邊，我哋有唔同嘅連結，你到時可以登入連結裏邊嚟參加我哋一啲唔同嘅免費分享，話俾你知，教下你點樣用多啲你嘅八字去催財避法。到時見。